东突厥斯坦集中营见证人在伊斯坦布尔机场被拦住，被关押东突厥斯坦集中营2个月后，逃亡到国外的哈萨克人阿曼江·萨伊提奥路在伊斯坦布尔阿塔托尔克机场被拦住，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尤尔特组织立即为他行动起来，通过该组织的努力，他获得释放。这位中国集中营见证人计划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查，披露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穆斯林的迫害。警察当局说，他被捕原因是他的名字被列入欢迎乘客名单。维吾尔女诗人在集中营死亡，有一名维吾尔诗人受到了中国殖民政府的迫害。据悉，最近几个月以来被关押在中国集中营的维吾尔女诗人齐曼古里奥乌提，集中营里因酷刑而死，当局没有把她的遗体交给她的家人，这引起了对器官可能被盗的怀疑。土耳其历史学者关注东突厥斯坦迫害，土耳其自由报专栏作家伊里贝尔·奥尔泰利发表一篇文章，关注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迫害。著名的历史学家奥尔泰利指出，这些地区的人口信息不正确，目前尚不清楚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发生迫害，地图将如何变化。他说，我们正在与中国一起进入和平与文化年，我们想知道在一个实施这种政策的国家和一个种族群体明显被摧毁的地方，我们将如何庆祝文化和和平。他指出，中国政府因该地区的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加大了对维吾尔的巨大压力。五角大楼拒绝特朗普要求，美国五角大楼拒绝向美墨边境部署军力来阻止移民进入美国。据美国有线电视报道，上月特朗普表示向美墨边境部署军队来阻止移民进入美国边境，但是美国国防部不同意特朗普的要求。沙特王子呼吁给沙特阿拉伯更多时间。沙特阿拉伯王子瓦利德·本·哈拉勒参加了美国有线电视周日早晨节目时，回答有关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被谋杀的提问。他说，为了完成调查，请给沙特阿拉伯更多的时间。